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最近这一礼拜，你敢有定定半暝咧看比赛？咱这4年一届的大舞台，咱就千万唔通看做是烧钱的大拜拜。体育之外，还佫有文化、科技、甲地球村的心态。咱今仔日就来讲奥运，唔是咧讲像的摕金牌。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咱們資深的球評趙明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咱前 Fox 體育台主播陳鳳儀。大家好，我係主麥陳鳳儀。那麼然後呢，還有咱台灣運動產業協會理事長吼徐正賢，即擺還佫伫車路，都踏佇即個車路，所以咱馬上來趕到現場。另外在線頂有來自巴黎，咱法國台灣協會會長，嘛是法國奧運的志剛趙雅婷 Sandy。大家好，大家。那麼首先呢，咱就斗陣來關心講，到底這個開幕式，大家咧討論啊真濟。開幕典禮呢，頭一擺，佇這個運動員哦，用坐船的方式，如何來進入到典禮現場。開幕呢，紅底戲就是由2個法國的傳奇的運動員，甲熱氣球外形的盛會來點導。而且呢，還佫歌手呢 ，Celine Dion 的歌聲當中呢，為這擺奧運來開幕。但是呢，咱的 Chinese Taipei 隊名，咱電視台法國2台 France 2，甲日本的 NHK 咧直播的時候，主持人攏特別解說啊，講 Chinese Taipei 就是台灣。咱所以馬上吼來連線，咱趙雅婷啊，也是咱這個台灣在法國的這個協會的這個會長吼 ，Sandy 吼，這擺你也參加着志剛的工作吼，大家對着這個參加奧運哦，做志剛哦，其實真好奇呢。到底呢，這個進程愛有選拔無，還是講愛面試哦，還是講要有資格的這個限定？咁講什麼人攏有當參加嗎？無，這應該是講吼，大家攏想要參加志剛啊。頂一擺的咱東京的奧運的有差不多20萬人申請，啊，今年巴黎奧運有超過30萬人的申請，安尼啊，上尾到咱即馬巴黎奧運應該有3萬的志剛，啊，咱的拍後是15000人的志剛，安尼，所以其實啦。可能比以前咱這個考聯考的時陣更較歹考安尼，所以是大家最想要參加。哇，比考大學更困難哦。應該是愛選吼，因為唔是啥物人，你講你要來攏會使來，而且這個奧運的時陣，迄個安全大家嘛愛攏做細膩的，所以其實我要去參加志剛進前的，你這個網站頭頂吼，你啊申請。阮是2023年的3月就開始申請，啊，你愛做一個180題問卷，吼，迄性向調查，啊，所以伊會去做一個調查，就是講看你是較適合啥物的工課，啊，你該寫一個差不多4000外字的自我小解安尼，所以我是感覺伊是足認真一個選啊，一個。經這個志剛，我嘛感覺講，因後來派互我的這個工課嘛，真正是足適合我的專業安尼，所以這個。Sandy，啊，伊後來是派什麼工課互你？因吼，本來派一個工課是講，迄接待迄個代表團安尼。因為我本身做的工課，啊，甲我的語言吼，所以因甲我派這個工課，啊，毋過嘛有人去接待迄選手村啊，去旅館安尼，所以我是這個會場的時陣，這個因講的迄 protocol，啊，甲接待迄個貴賓安尼，吼，都是奧委會，啊，閣有迄選手的家人安尼，啊，因為因後來互我這個時間，因為吼，我嘛有去看比賽，所以我後來就無法度兩邊攏去安尼。所以到上尾的時陣，因本來是叫我去游泳的迄邊吼去做迄接待，
结果我后来无法度去，因为我要去看比赛，所以我前差不多2、3礼拜进前，因甲甲我讲，会使请我去迄闭幕式做志工无？啊，这我感觉嘛是足法国的。因虽然甲我讲我去做志工，你知影讲闭幕式是8月11号，啊，结果我是3周进前，咱甲去彩排，甲去知影讲我迄天要做啥物代志，所以我是拜3。半暝12点到后早吼7点的时阵，爱去排练，爱彩排 rehearsal， 吼拜3暗时，拜5半暝，啊拜日就要开始，所以我到即马我更毋知影讲我闭幕式迄天会去做啥物代志，哦，这样你看起来敢若拍开一盒迄个巧克力豆啊，共款，毋知影啥物口味哦。surprise 嘿，惊喜安尼。啊，毋过其他的训练啊，其实阮进前啊，一个线顶就有线顶的迄个课，啊，你爱去上，家己去上课安尼。所以伊大部分的物件，拢是你爱家己去做处理，啊，家己爱去做训练。我即马是阁有一个拍后的志工，啊，拍后的志工。就会互你前一天，我是应该是前一天9月初2的时阵，才会去现场，啊，因甲阮做一个迄个训练安尼，啊，开始9月3号、9月4号、9月5号安尼，啊，我甲一个遐做迄个接待安尼。Sandy， 交代。你安尼感受吼，法国人咧做工课咧规划整个奥运，你认为因的工作的态度，还是因信任的价值、信用，因是做代志真老草，还是讲无因较浪漫，还是讲其实啊，伊都是伊规划会当掌握的，伊拢握伫手咧。啊，恁来的时阵，恁志工啊，干那做这啊，排红啊，安尼就好啊。你认为是倒一种？无，因为吼，我感觉法国啊，咱应该是讲吼。咱也是一个亚洲一个看，可能咱为日本，还是讲中国，还是讲德国即款吼，啥物拢爱照起工来，步一步安尼，你就人叫你做一项，你就做一项。我感觉若是一个期待这啊，一个法国可能无法度安尼行，一个法国这边啊，咱会拄到的代志，会发生的物件，实在是足歹讲的，譬如讲。迄天开幕的时阵，咱早起迄个火车毋是就叫人咱法语讲 sabotage 就叫人破坏，啊结果就人就无法度来啊，伊就无法度坐车嘛。啊，你知影阮一个法国，其实阮爱处理足侪代志，毋管是罢工，还是讲旷工，其实我感觉因的团队实在是有足侪物件爱考虑的。所以志工的时阵，我嘛叫人通知，有的时阵较晚安尼。所以我相信因一个后壁，虽然啊是有足侪计划，计划有咱讲计划A、计划 B、计划 C 安尼。所以我是感觉法国有因做代志的方式，就是敢若想的较无共安尼。我感觉因是介厉害，看起来拢足乱的。你感觉讲真有可能会成功，啊！结果你看伊开幕式安尼吼，大家甲拍破啊安尼，啊，迄天佮落雨，佫是咱拢无准备着的代志。毋过我感觉迄天我是一个徛咧外口，我徛咧迄岸边，南雨南3、4点钟，一个看迄开幕式，我实在足感动的。啊，边仔足侪法国人，无讲因为落雨啊，人就走。而且我是阁无看到船呢，我搁在外口南湖看看电视安尼，啊个现场的气氛实在是足好的。是，Sandy 吼，上要一个问题要来请教吼，你做到这个志工，尤其咱是某种程度算作是代表着台湾来做这个志工吼，你认为？咱台湾人应该按如何来参与啊？看待这个国际志工这项工作，尤其你做这吼，你向台湾的观众朋友来说明讲，咱以后要安怎来积极来参加这种志工的工作。嘿，我是足鼓励大家吼，其实拢爱一世人爱来参加，爱来
咱可能无法度吼，走啊足紧的啊，做选手啊。毋过咱逐个人拢会使来申请做志工。你知影一个法国这边啊，咱上济岁志工是90岁。哦，因为足济工课你会使做的，啊是讲少年的有少年的工课来做。你来参加志工的时阵啊，你就等于是代表你的国家，我是代表台湾。啊，我若去，我就会讲我家己是台湾人，我会甲人去交流。人问我讲你为倒来的时阵，我是为台湾来的。其实足济人法国的观众朋友，其实因拢知影讲啊，这就是台湾。我为啥要去现场？就是想要去感受一下，讲大家去看到迄个旗啊，迄个啥物 Chinese 台北的时阵，伊敢知影这是啥物？其实一出来的时阵，我实在是做surprise 的，因为一个我后壁都有一个法国人就讲啊，我知影这就是台湾。伊讲系啊，伊法国的迄个啥物主持人拢还袂讲这是 Chinese 台北的时阵，我后壁在讲啊，这是台湾，迄就是袂使摕家己国旗的迄个国家，我就足感动的啊！其实咱就是要爱这嘛。今仔日是法国人、外国人，因拢叫咱台湾啊，咱家己都无法度叫家己的名。因为咱家己个无迄共识，讲咱到底是要叫啥物名？咱去就惊讲，咱若换名，咱就袂使去参加。所以这条路是足长的。其实因外国人、因法国人，因拢知。我去看迄柔道的比赛，去杨永伟迄场，我嘛足感动的。我家己早咱台湾旗啊，吼，我搭台湾民族，咱青色的旗。因为因讲啊，我嘛无摕迄中华民国，因为大家敢知影，一个会场的时阵，迄保安啊，伊拢有分迄个手册，啊头顶有写3个国家的旗啊，就是罗西亚、加北俄罗斯。是加中华民国的这3个国旗，迄是袂当出现的，嘿，袂使摕。啊，我是就幸运，可能迄场吼无啥物中国的选手，也无啥物中国人，所以我摕咱台湾的旗仔出来的时阵，我无去互人迄没收。啊，咱有其他的台湾同乡一个羽球啊，搁拍迄乒乓球、桌球的时阵摕出来，拢扣人无收。啊，这实在是就，应该是讲足切心的啦。啊，我足悲哀的，讲实在的，家己无法度摕咱想要摕的旗啊，这根本就毋是咱懊悔的精神嘛。所以迄天坐咧现场的。我就在咧甲外国人在咧交流的时阵，就甲伊讲讲，咱为虾米袂使家己国家的国旗？因嘛拢足认同的啊，足侪人嘛无法度了解讲为虾米咱袂使摕咱家己的旗啊。所以就是爱一摆搁一摆，你着一直甲人解说，表现这就是咱即摆的任务，这就是咱即摆的工课吼。咱是甲人较无共，咱就是一直拢这个。足拍拼的这个路吼，这条路是足长的，所以你嘛有看到讲，一个咱法国开幕的时阵，毋是有一个 Marion 迄个断头台，迄就是法国大革命啊。咱的民主自由就是安尼争取来的，无人无老伙就来啊嘛，都有遮个关系。所以这台湾可能一个看开幕的时阵，我毋是讲吼做甲足整齐、足水的安尼，其实因后壁的这个代表的物件吼，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开幕式其实拢有一个表现安尼啊。伊主要就是希望讲，在现场的每一个人拢有感觉讲，大家拢有去一个遐一个现场安尼，毋管你是啥物查甫的、查某的，还是讲有性别吼酷。还是讲你是外国人，啥物肤色，拢一个遐嘿。Cindy， 上后尾一个吼小问题，咱做这个志工吼，第一敢有薪水，第二敢有啥物福利？完全无。无，有一张吼，就是讲你坐巴黎的迄啥物捷运啊，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伊就互你一张票，啊，你会使坐车，迄坐车就对啊啦。迄 pass 掉啊，因为这个时间。啊，若看球赛咧，看比赛咧。无，家己爱买票，我家己开咗侪钱，去买票。啊，
你有一件衫，因的衫，不要紧对我咱志刚吼，咱志刚就是有志一同，咱希望吼，咱台湾吼后手更较侪志刚有志一同的人行在同款的路上。感谢 Sandy， 感谢 Sandy， 哦，谢谢。所以我要请教吼，咱本来的这个周老师吼，你看这摆这个开幕式，我看全世界这媒体吼，差不多是英国人对着这开幕式较会酸啦，吼啊德国人诶小可黏者，但是大部分拢算讲，对这个开幕式是算做感觉哦，法国人的头脑有影无共款。因为这届奥运的这个开幕式是甲过去所有的每一届拢无共款。以前吼，咱有一个印象就是讲，要开幕时是所有的人吼，拢伫一个看挂啦，伫运动场内底，啊一个中官一个会长是啊，徛一个迄个司令台顶悬，啊，甲大家讲话啊，下骹徛规排安尼吼。敢若以前去做军人安尼，伫叫阅兵共款啦吼。对啦。啊，即届伊是规个是叫做 Games Open 规个开放式的，规个芭蕾就是伊的比赛舞台，规个城市是伊的舞台。所以你一开始你看伊迄个即届奥运的迄个 logo 吼，伊是一个查某囡仔的头像，吼啊，但是伊顶悬的迄个线条伊个点吼。就是规个芭蕾，伊比赛重要的比赛点，啊，画起来都是一个查某囡仔的头像安尼。所以伊即个伊的主体思想就是我规个城市当做我的舞台，所以伊的开幕式嘛是嘛是用这个意念，用这个意念，啊，伊甲伊法国内底吼上重要的文化，罗浮宫，吼啊巴黎圣母院，啊个伊的大皇宫，拢结合伫伊的比赛的这场所内底，啊伊内底迄个故事吼，为迄个歌剧魅影。钟楼怪人、悲惨世界，伊迄规个流程内底，敢若一部电影共款，伊甲所谓伫芭蕾这个城市内底以前所发生过历史的事件，吼啊，这个歌剧的这个剧本拢甲写伫内底，就是，互你伫这个开幕式内底吼，你看规个芭蕾，伊的历史、伊的地理、伊的文化、伊的艺术，一届就甲表演了。哦啊，这是伊一届甲以前所有的奥运无共款的所在。啊，包括讲伊即届有讲一个讲伊即个 logo 上，咱是一个查某囡仔的头像，伊就是讲过去吼，以前所有的运动拢是查某囡仔较优势，资源较济，人数嘛较济。听讲即摆是变济啦，共款一模一样。哦，就是讲历史上头一届有运动会，伊毋是讲奥运了，你参加什么田径大奖赛，还是以前什么亚运、南美运、奥运，拢共款。敢若即届是。男女所有的人数拢共款，嘛是史上头一届，所以伊即届是代表一个足平等、足自由的这个意义伫内底。是，所以我要来请教到这个方毅吼，你看即摆奥运吼，开幕式是一个重点，但是大家拢讲啊，法国人有影是开钱嘛，开了真少呢。哦，这医生讲本队吼建摆拢超支，但是伊超支了真少呢。是，伊嘛是讲尽量不爱起厝啊，不爱起新的这个会场啊，啊甚至啊，佮讲哦团组织哦，佮变少去。这一摆的特色是啥物？你甲咱观众朋友小解释。其实他拄咱讲即届即个法国的即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啊，我讲开幕式办了，啊，大家有人满意，有人无满意，有人有的国家会酸啊，有的国家感觉讲袂歹啊。但是我感觉讲一个问题上基本的，就是讲有法国味无？我感觉讲有这个问题咧，大家拢同意啦吼，大部分人拢同意讲这足法国的啦。就我感觉这个是上重要，因为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会，我感觉伊的目的是啥物？第一，当然是互这个全世界上厉害的运动员有一个舞台当表演，会当比赛。第二，就是讲会当互一个主办的国家展现到全世界其他的国家来看，讲这就是我的文化嘛。所以讲哦，咱伫咧开幕式咱看到真侪这哦，这真法国哦在地的物件。啊，当然呢，要做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嘛有一个伊的责任在，就是讲伊有会当做一寡比运动更较大的影响。譬如讲，即届的这个法国奥林匹克的运动会，就有这个环保的这个意义伫内底。像我头主持人讲啊，伊即届开的议程啊，就比起其他的运动会拢较少。是啊。主要就是讲啊，伊真侪伊无起真侪新的这个运动场，吼，拢在本来伊本体就有的。
哦，这就讲，伫咧咱即马即个时代内底吼，真侪物件咱会讲无彩啦，拢起新的，啥物拢讲用一摆就个单调。咱台湾讲真侪讲啥物，无变网啊管嘛，对无？网啊管，就是讲你物件用华语讲要物尽其用，我感觉这最重要的。但是讲到头拄即个环保即个部分呢，我就感觉有。其实我先讲哦，我最支持环保的，但是我感觉讲环保的手段，就对我来讲，我就感觉讲我无法同意啦。譬如讲，即个人讲伊这选手村讲无冷气，我就感觉讲，这环保最重要的。譬如讲，咱定讲有一寡即个环保人士嘛，全世界讲啊，要因为我最重视环保的，去一寡即个博物馆内底啊，最有名的话啊，甲你破产。哦，因为我要展示讲哦，我最重视环保的。我开冷气用药是的。但是我嘛，即马咱爱讨论的就是讲，这个运动会咱主要伊的重点是啥物？头拄讲到的是，互全世界上厉害运动员有一个舞台，会当展现讲白就是得金牌啦。爱得个爱比赛啦，互大家看讲你是这个项目内底，你是表现，好好表现。但是咱伫咧这个舞台头顶，咱要互展现讲啊，我环保的价值，所以吼我拢无开冷气袂成为了赤压甲规身躯。就譬如讲，咱这个羽毛球的选手王麒麟就有讲哦，这有的时阵咧暗时实在是热到困袂去。啊，选手其实应该是这个舞台内底，伊是上重要的，甲对嘛，对无？咱代表队毋是有炸冷气去？是嘛？对，这嘛是我想要讲的，就讲。哦，因为你较环保安尼，对啊，安尼较环保。咱炸冷气大家知道，开冷气吼有冷风的所在，一定嘛有烧风的所在嘛。所以你你互一寡国家，譬如讲美国，吼，你家炸冷气，咱台湾咱嘛有做冷气嘛，对无？咱拢就照顾咱的选手的，对，咱最大的冷气开咯，就问者，啊，你烧风是放去倒位去，对嘛？对环保刚真有帮助，所以我刚刚讲，嘿，这个。价值我最支持的，但是我感觉手段吼，就我感觉讲，哎，这实在是无啦，我都完全同意啦。这项代志一定有两面啦，吼。是啊，大家通来讨论啊、检讨，以后再来改进。但是基本上，我认为法国人吼，这一摆真正是读较用了真济咧，想空想旁要创较到位啦。对啊，对，这个开幕式他讲哦，伫第一摆伫咧外口，无伫咧这个运动场内底。啊，是这个河头顶安尼哦，但是我感觉这概念拢最好诶，唯一可惜的就是讲落雨啦，这落大雨实在是感觉讲吼，这个精彩的程度就较减啦。对啊，就是讲你这个想法，这个价值，我拢甲你拍100分，但是吼你真诶吼安尼行落来啊，天公伯也无支持的时阵，实在感觉讲足可惜的啦。嘿，咱后来线顶吼，咱的齐老师来到现场吼，齐老师。你甲人讲，你对着即摆吼，来到即摆已经第7天啊，第6天嘛吼。奥运甲行到即摆，你认为应该拍几分呢？你讲规奥运的表演，我刚开幕式，其实开幕式我讲的看法是安尼啦吼。其实伫现场的一寡朋友甲我讲哦，其实因伫现场无啥物感动。因为唔知影咧看啥物。看袂到嘛，范围伤大啦，范围伤大嘛。啊，伊的规。每一个表演，对，但是咱伫电视机面前同时看欢喜感嘛吼。其实嘛看会出，这道法国伊的目标就清楚，伊要服务全世界的观众啦。伊嘛无得考虑讲你现场遮，反正有的是免买票的嘛吼。除了一寡所在需要买票，买票人，你就所在是免买票的，自然开放的嘛吼。啊，当然我是讲伊这是要展现伊法国的历史文化啦，吼，因为所以。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当然无欢喜嘛，因为欧洲你知影伊的历史就复杂的吼。刚才你法国。对，英国一定就不欢喜的嘛，因为伊长期的是竞争关系嘛。所以咱了解讲，咱亚洲的我们看较欢喜甲，啊，因为咱亚洲的历史文化相对于欧洲比较丰富嘛，所以咱看讲哦，足厉害啊！尤其电视看起来是有够展现有够精彩啦，对吼，就多元的安尼。啊，但是我感觉。那你讲，比如讲，选举讲公车迟到啦吼，啊个讲无冷气这，其实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包括刚才洪毅讲的环保问题，这现在是有一好没有两好，对，就很难都讲全部拢取得平衡安尼。但是你讲办这的比赛吼，你说他当然咱家准备的资料，你讲里约啦，你讲日本的预算超支，好，当然你全部服务拢是在克己啦，好，不管是人力啊，是物力啊，是硬体的资源。所以我是感觉
伊即马开这条钱。会当办到安尼，我感觉就好啊！而且我认为上有道理的是，伊尽量卖起新的场馆啦，所以棒球绝对无可能办嘛。伊哪可能起一个棒球就甲你办吼，互你日本甲美国台湾摕冠军无可能嘛。但是伊伫一寡历史文化的内面办这比赛，我讲对选手来讲嘛是一个体会，我是感觉袂歹啦。但是游泳是无差，游泳听讲伊的水深无啥高，大概是袂解啦。因为尤其讲啊，本来讲要靠这个塞纳河水质吼，要来比赛啦。啊，但是讲听迄个检验无过关。今仔早起过啊，今仔3支有比，今仔有比。啊，但你游泳池伊的水深无高，伊的成绩普遍拢较歹，嘿，拢影响到。因为对选手来讲，当然希望伫奥运破纪录嘛，但是这个小高影响。但是听讲是国际总会有特殊允许啦，啊，无照例是袂使安尼啦。哦，这一摆嘛是特别的无共款的所在吼，但是咱即马伫线顶吼，还佫另外一位吼，咱是在法国吼，伊是武警文化出版总策划，嘛是法中考业甲比业的这个专家吼，在线顶嘛是咱的吴坤勇先生啊。吴先生你好，大家好。嘿，吴先生，你甲咱小解一下吼，你在法国所看到啊，一般民众在地法国人。因安怎来反映讲，即摆即个法国奥运吼，因的看法是啥物？这个问题是分两个部分来讲吼。首先就是讲，咱因为拢一直有讲到即个开幕典礼的即个来看到即个开幕典礼的即个结果的时阵，大家的意见是安怎？即主持人伫节目内底嘛有讲嘛，就是民意调查内底讲85%的法国人是感觉真成功的。我感觉这是已经真重要的一个意见吼。啊，过来就是讲因为举办奥运会这项代志，其实这个意见就可能较无同啊，因为有真侪法国人是认为讲办安尼安尼活动吼，实在是无讲真重要，无讲真有意思吼。因为虽然是讲，譬如讲咱一直讲着讲，因到开差不多90几亿的 euro。哦，这比较起来已经是较少啊。是讲问题是，法国最近几年的迄个政治吼有真侪问题，有真侪民众就认为讲，其实这90几亿也是放伫国家内底吼去改善真侪问题吼，改善就是投资伫其他的方面可能是更较好的。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安尼讲，就是法国人对奥运会吼，这个看法是。意见是无同的，讲看到这个开幕典礼，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法国人就是85%的人，拢是感觉真成功、真满意。是，我想，但是吼，这是意见哦。那么实际上，对着奥运会当带动经济这项代志，你的观察是啥物？敢讲啊，观光客足济，所以呢？食的啦、穿的啦、用的啦，啊是娱乐事业啦，大家拢真趁钱，啊其他的人拢嘛缀咧趁钱，大家有斗气，这项代志敢有成立？这嘛是一个需要就讲可能过2-3礼拜时阵，咱会较了解吼，就是这规个这个赛事完成以后，才会知影这个实在的这个数字嘛吼，是讲到目前为止，咱已经看到伫法国这个媒体吼，有真侪媒体去访问这个餐厅吼，还是这个小店啥物，就是做生意的人，因其实感觉是讲，因无摕到啥物好处。啊，这主要的原因有可能吼，就是根据这个报纸吼，这个媒体因的分析，就是讲因为。奥运的这段时间像饭店像飞机票，拢变了加足贵的。所以其实有真侪原来有打算要来法国佚佗的人，因为拄到这种大家拢起价拢变贵的情形，因就选择去别个国家去佚佗。啊无你若是譬如讲，若是以前只要是热天的时阵，巴黎实在是足热的咧，你全世界的观光客拢会来。啊。确实是我即摆看到的，就是即摆伫巴黎市区市区内底，其实观光客无啊，阮嘛是伫这边的电视看到讲去采访真侪迄个餐厅吼，这头家就讲因的生意差不多，
所以是毋是讲上尾结果会使互大部分的法国人感觉讲因的生意会变好，有一种观光效益，这其实是爱个观察。可能譬如讲对迄个大的牌子，譬如讲 Louis Vuitton， 咱就看到讲伊投资多侪钱赞助这个奥运会实际上咱伫看到开幕典礼，伊嘛有一种植入性行销，所以这其实我看对无共的这种行业，因的这个感受是非常无共的。是，咱小等吼，我会先来请问三位，小等嘛是要请教吴先生，你来观察讲到底吼。这个奥运因的进行着因的市区市容的改变、社区的改造，甚至为着这个来改变这个水质，这实际上对着法国的生态也好、环境也好，整个社会文化有产生什么改变？还是讲其实对法国人来讲，你办奥运敢若奥运的，我就我加我这2个月配合你啊尔。咱小等来转来要请教吴先生，刷来要请教周老师吼。咱咧讲，到底这个奥运吼，4年一摆，甲真正提倡着运动、职业运动这3个彼此的关系是啥物？其实拄仔讲到这个奥运讲有趁钱有了钱无吼？1984年的这个 LA 奥运是头一届趁钱，过来趁到当时呢，趁到1992年的巴塞罗那过来后壁。大概拢了钱，一直了到即嘛，搁一届了比一届较济。所以即个芭蕾吼，伊有一个就是讲，伊为头到尾敢若起一个水上运动中心尔，剩的拢无起，剩的拢是旧的。但是你着爱想讲吼，即个奥运下摆即个形式吼，会完全无共款，就是安怎？你的即个城市，你的基础的建设已经有的城市，伊才会来办奥运。你袂像以前讲北京啦、雅典的办我起一堆物件，无法度。所以咱就爱看讲，你这个国家吼，到底是这个咱讲夺牌大国，还是运动大国？你若是一个运动大国，比如讲你去美国，你凊彩倒一个城市要来办，无要紧，我运骹球场嘛有，篮球场嘛有，我啥物拢有。譬如讲，咱即摆有一个迄个啥物激流蜻蜓，有无？迄过船啊，迄咱台湾有选手，但是咱台湾为头到尾无一个场所。但是因伫外国安怎做呢？伊平常时伊迄个所在吼，迄个水道吼，伊互观光客去佚佗，敢若飘飘河安尼。但是伊水无开遐强。等甲讲，伊若要比赛还是要训练的时阵，对，水甲流起来，水甲流落变大江的水，通去比赛。但是平常时吼，伊就敢若迄个水上乐园安尼，开放互别人去佚佗。但是你这就是爱啥？你这个国家的人，你平常时的这休闲娱乐有到这个程度，你才饲会起安尼的所在嘛。所以你看芭蕾这个就是开始甲大家讲，下摆就是爱。这个国家伊本身的运动吼，伊的这民众的这个休闲娱乐活动有到一个程度，我办才袂了钱，才袂了甲像以前遮济，所以这是一个讲下摆奥运的趋势，下摆奥林匹克要办的城市拢一定是会行这个方向，吼，所以咱就嘛爱思考讲，咱台湾下摆是毋是要行迄个运动大国，还是讲要伫迄个奖牌大国？你看欧洲足侪国家哦，比如讲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伊无一定是摕金牌上侪国家，但是你看每一个项目，伊拢有选手，拢什么第5、第8，你看起来敢若毋是足厉害，但是伊的选手、伊的运动、伊的人数、伊的风气有够济。像这个国家是真正咧运动的。咱若举一个较极端的例，就是咱对面迄个吼，摕牌摕足济，但是迄个国家人无伫运动，平常时拢无伫运动，嘛无啥物运动场所、场馆拢无。这是还是都上较好咧。对，照你讲就是你。运动大国吼，你一定会摕到牌，但是你摕到牌国家无一定是运动大国，所以你其实爱甲国家本来你的基础的建设拢做好，你毋是为着这个比赛才来做这个比赛场嘛。比如讲咱台湾，你即摆讲哇，我要来办一个亚运，咱台湾无骹球场，我就爱起5个，我无啥物场，我就爱起3个。但是你若讲台湾的运动风气，甲本来咱就5个骹球场啊，你若要真正要办，你毋免搁起新的，其实这是。下摆咱爱做的是，其实是这个啦。这就唔通大家哦，争家己的面来最对但是你若基础甲做了好，你才有法度去争取这个比赛。洪毅，你看同款的问题，职业运动是毋是爱靠这个平常时这运动大国来提升，来甲探起来，还是讲无啦？职业运动就爱看
咱是有这个条件无？比如咱台湾就是人口少啊，无法度来支持什么，但是咱的野球还佫算个袂歹啊。是啊。到底安怎来想这项代志？其实我感觉讲即届的奥运会吼，咱上有价值互咱台湾人看的，其实就是日本。其实到咱今日录影的即个时阵吼，现主是甲金牌摕上最可能是日本啊。是，对吧？其实即摆咱的台湾选手可能表现可能较无顶届较好啦，一般啦。可能讲顶届咱伫咧东京的时阵是表现实在是有够好，历史上上好的。但是即届可能表现无顶届较好。但是你看日本其实吼，你看篮球其实昨半暝的即个比赛吼，大陆看起来甲咧灌篮高手甲是种卫进的，对无？大陆想讲咧日本咧放假拢讲黑白乱威啊，黑白乱象的，即马甲发现讲其实拢真的，有影咧，拢有影的，拢预言呢。对，拢日本的即个吼，咧运动选手吼，真正即热血起来的时阵吼，你感觉讲就感动的。那其实日本毋是讲家伫咧。即届的奥运篮球甲表现好，其实你伫咧2当前的这世界杯的时阵，日本的表现，骹球嘛是嘛对啊，即届骹球嘛足强对啊，系啊，拢表现足好，所以你会感觉讲，其实这尤其对日本来讲，可能因顶届的东京的这个奥运会就开始有一个真长的计划啊，感觉会出来啦，就感觉讲伊可能就伫这十当吼，甚至讲野球伫咧这个经典赛。嘛是摕冠军啊！就讲其实这段时间会使感觉讲，即个日本这个国家伫咧运动这个方面是真有一个真长的计划，会栽培选手。吼，啊，拄啊好伫咧这2摆，哎，种这几年的这款大型的比赛内底，你看到日本开始成果出来啊，开花结果啊！所以你就感觉讲，咱台湾会使看日本讲，人是安怎？这甲人口的多甲少有关系无？我其实日本伫咧这个运动的人口应该嘛是比台湾加较大啦，确实是啦。但是讲上无咱看日本，感觉讲咱拢亚洲的国家嘛，台湾嘛感觉讲甲日本甲历史上感觉较近吼，较亲，会感觉讲会当参考一下。毋是讲哇，这后壁的选手看起来哦，规个人足大高强大汉，啊那边算啊呢？系啊，无这就是讲因拢一出世就较大汉啊，吼。但咱看日本的选手，就会感觉讲，这咱应该是咱台湾会当参考一下。所以我感觉讲，为即届上无到即嘛吼，咱看这日本的表现较好吼，我感觉咱台湾是当好好啊思考啦，毋管对一个项目，就讲你一定爱有一个。我想来问这个问题，就是讲吼，其实大家吼4年一摆，你别看吼，咱的民族的自尊心吼，讲啊得牌哦得啊真济，啊让人欢喜，啊就惊讲吼，即摆吼得牌较少哦，可能大家较会无欢喜其实我感觉袂咧，即届吼，大家若看到台湾的选手讲若无赢吼，其实是鼓励较济哦，你看鼓励较济，袂讲怪东怪西。照你的金口吼，昨年我要请教着齐老师吼。因为你是做这个运动产业的协会吼，你安怎看待咱的运动产业，甲这个竞技的这个比赛，啊，甲一般的这个运動这3个面向，要安怎来看待？这是最好的问题哦。过去咱拢感觉讲运动员就是运动员，吼啊，一般人。其实你若看谈到左边讲的欧洲各国吼，你谈到问讲人口吼，我有算过哦，台湾伫全世界人口排57名哦，57名，啊，佫算济，算头前的呢。你讲波兰嘛好，你讲对欧洲遐个国家人口不比咱较济呢，但因的运动参与的渗透率是管咱太济，因的俱乐部会参与的比例，已经那对出生的爸爸妈妈去俱乐部啊嘛吼，骹球、手球，什么款拢有。我认为吼，对我来讲，咱台湾的代表队有伫奥运夺牌。无遐重要，但是因为奥运咱看了，囡仔讲，爸爸妈妈袂歹哦，篮球好耍哦，嘿，足球好耍哦，吼，拿篮球好耍，滑板嘛足好耍，我会当来学无？其实咱2017年世大运的时候，我伫现场看，我就听到囡仔在甲爸爸妈妈讲，我嘛要来学这个，所以我认为吼，咱的运动的渗透率较重要。啊，其实近2年吼，尤其疫情以后、COVID 以后，咱看。即马囡仔的运动的胜率足悬，你即马看骹球就要骹球专家，你即马周末吼，我有几个朋友甲我讲吼，你若周末
了过工拜上有影，班吼。阮囝要排队拢排。对，你若伫你脸书无讲晒你的囡仔在踢脚球，那就你落后，你知道？大拢在晒囡仔踢脚球，踢好踢卖讲。阮是拢排无着阵，啊要甲关税拢关税袂。所以其实即马囡仔，即马家长以前像咱细汉要踢球，甲伊扒落咧，读册较重要啦吼。即马家长无共哦，即马家长。咱讲所谓社经地位较好的家长，其实对囡仔参与运动是足支持的哦。即摆问题是无球场，啊，过来是无好的教练，啊，家长无要体育班，伊要选俱乐部，啊，无俱乐部会当选。你这哪会当普及？我讲咱的咱讲运动产业是足有机会。啊，过来你囡仔若开始学球吼，家长就叫学球，因为无。啊不，我在意练球，无对，无看球，啊无底下足无聊的啊，对无？你送囡仔去，我定讲这个家长是叫 Uber driver， 透早礼拜天透早来载囡仔比赛比几工，足艰苦的呢。啊，规气嘛，落来拍好，落来算好啊。啊，所以我要讲，即摆运动渗透率愈来愈好。咱讲吼，即摆中壮年上渗透的两个运动啦，慢跑甲健身房。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场地较简单嘛。啊，过来唔免较好吹啦，唔免攀，啊，过来好学。好，你去健身房，凊彩要有，你嘛有嘛吼，所以有先受伤啦。啊，你讲你去慢跑，嘛是照你的鞋啊穿的，就会当走啊嘛。反正会当叮当而赛嘛。所以，但是你讲你要拍踢足球，你要拍垒球、拍棒球，你要拍高尔夫、拍篮球，你就要有攀，啊，你该有场地，啊，你该有一寡技巧。所以咱若伫学生时代无学这个吼，你讲你中壮年后要开始学这个运动，所以所有球类唯一有机会是羽毛球啦。为什么？因为好学啊。羽毛球吼，佮安怎容易入手啦，对，容易入手嘛。是嘞，有啊。所以为什么羽毛球即马是？其实你若要讲国球，咱讲实在，羽毛球是足侪上侪人拍的哦。而佮重要是付费拍。篮球你台大拍免纳钱哦。你对一羽毛球你免纳钱，你排队排无哦。所以羽毛球的整个产值是足恐怖的哦。所以我意思讲。其实你讲运动产业是足有机会，但是我定位即马，我过去是讲是文化无，但即马文化开始有啊。尤其四大运以后，我感觉是足好，因为四大运雅加达亚运，啊，搁日本奥运，啊，搁来去年的迄个杭州亚运，咱的表现足好嘛，咱有带动的效果。所以我认为即马上大问题是球场，球场爱这个地方政府甲国家中央要来处理啦。啊，过来就是教育制度。你若讲囡仔会当学3点学下课，这规个基层的运动的完全无共。啊，即马赖总统讲嘛，讲伊有讲伊发展爱俱乐部化嘛，吼社区化。刚才伊即马有公开宣示，讲要把学校的场地释放，我感觉是对的。过来，涂龙泰行政院讲，人人都是体育人。其实咱讲实在，你伫欧洲看到是每一个人吼，从出生到伊70、80岁拢在竞技。伊的水准无一定介好，但是伊投入啊，其实竞争是人的天性啊。好，你讲即马要来比啊，对，要来比嘛。透过竞争，你互家己进步，啊，你家己健康嘛，这是对国家是足好的一个循环嘛。是，我是足期待看到愈来愈好的发展。是，咱哦继续来请教线顶的这吴生吼啊，这个问题赶快要来请教你，就是讲。你看到法国人吼参与到这个奥运，这参与的这个程度有真悬无？还是讲大家都看啊，罔看啦，但是参与哦是另外一回事。是，这首先就是讲哦，咱其实在看到讲这个奥运会吼，其实法国的志工非常的多，即个志工的参与。咱就会使了解到讲，其实真侪法国人对于对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的主办是感觉感觉会使你嘛会使参与伫内底哦，是真欢喜的一项代志。啊，过来就是讲运动对法国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真重要代志。运动甲文化甲艺术，其实拢是法国人为细汉的时阵就是最自然的会去接受的。法国的制度是安尼，就是讲你读幼稚园、读小学的时阵，伊的这个学校就会使提供你足侪机会去发现讲哦，啥物运动你感觉较有兴趣，你感觉较爱去做。啊，然后呢，就是讲你若是程度好的时阵，拢有同款是这种国家提供的这种机会，互你
继续去嘛是伫一种感觉兴趣的情形下，会使去愈来愈熬，愈来愈好安尼。啊，这是一个不管是运动是安尼，艺术嘛是安尼，文化嘛是安尼，这是一个我感觉咱咧看到这个巴黎这个奥运会的时阵，会使去更加了解讲，法国其实嘛有真济真好的运动员，啊是讲因的培养，像拄仔的来宾讲的，其实是这种伫为生活内底为细汉，然后父母无需要开出个钱，因为这学校这政府就已经拢有这个场地啦，还是教练啦，还是这个机会，就会使一直用开始有兴趣，开始感觉好耍的这种角度，愈来愈好，愈来愈熬。像拄仔一个来宾讲的。这个竞争本来就是咱的社会内底真自然的一种代志。啊，你会使学着讲，如何会使公平的竞争哦，会使欣赏别人会真好的表现。我想这就是一个我感觉会使大家会使参考的法国的制度内底原来就已经有的部分。我想想要一个问题来请教吼。因为也可能也是咱台湾较特殊的这个国际环境吼，咱的处境，所以咱真注重，咱也真爱看这个台湾之光啊。吼。你咱伫法国，你看法国人敢会啊动不动就讲啊，这个法国之光啦，Zidane 啦，还是什么人啦，法国之光啦，你。徛伫你踮咧外国咧生活，你安怎来看待讲台湾之光这项代志？啊，若得金牌，哇，就敢若民族英雄安尼，你安怎看这项代志？是，感谢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我感觉伊是真重要的吼。我感觉咱若是摕台湾甲法国来比较，台湾因为咱伫国际上就是受到打压嘛。所以，咱任何的机会会使让大家全世界注意到台湾，咱拢感觉足欢喜，拢足需要的。所以，伫这种国际的赛事内底，若是咱台湾的选手有好的表现，咱拢会感觉足欢喜的。这是足自然代志，因为咱的国际的这个地位，就是因为受到一个无公平的对待嘛。啊，伫法国这边，我是认为讲，伊规个看法就是完全无同的。譬如讲，你伫法国未去看到讲，打一个球队，若是输球啦，若无一个冠军啦，社会找战犯这种代，这是无意思的。因为咱若是看到表现了好的时阵，大家拢会足欢喜的，拢会感觉足骄傲的。啊，是讲若是表现了无好，这嘛是一个运动尔。所以，伫这点呢，我是感觉讲，法国的民众，家己爱运动，嘛是真爱看到这种顶尖的运动的表现。啊，是讲态度，伊的态度是真平和的。你看运动，还是讲职业运动，吼，还是全世界这种比赛，其实就是一种娱乐嘛。咱咧看的时阵，你若是家己有做这种运动，你会可能去想讲，伊那是遮厉害，伊做的这个做法，我有法度学无？还是讲，你看到讲，有的选手，因可能就做会道的，还是讲做水的，安那吼，拢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啦，吼。对，啊，是讲是一种较平和，因为国际之间的这种国家对国家去讲，我上强，我上猛这种，其实对大部分的法国人若是有读册的人，拢知影讲，这其实是一种足无聊的代志。是，好，感谢吴先生，感谢，感谢。周老师，你会当针对这个议题吼，咱三位吼，想要5分钟，咱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好，我引一个美国的这个卡球的这个青训教练一句话讲吼，让强者进步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所有的弱者都进步。伊唔是迄个上强的人吼变好，是你若全部的人拢会晓一项运动，还是全部的人拢进步的时阵，你唔免去训练迄个上强迄个，伊就会愈来愈强。流酷较糟糕，愈来愈强。所以咱爱做一个运动大国，咱大家人去投入。各种无共款的运动，大家学生拢会晓拍篮球，咱台湾的篮球就是强；大家学生拢会晓踢骹球，咱台湾的踢骹球就是强。你唔免去训练迄上强迄个。有影呢，我咧想讲啊，即个欧洲有一个小国家叫立陶宛，因咧拍篮球足厉害的。对啊，你看迄冰岛30万人尔，人骹球嘛是足强的。对。吼，所以有影呢，吼，来，黄毅。其实我感觉头仔5时讲到最好的，就讲吼，咱台湾其实咱这运动员定吼，都压力拢足大的啦，对无？去甲一去吼，拢排国旗的啦，拢排国旗的啦，吼，大家拢爱做台湾之光。
啊吼，唔若讲你表现好，啊，佫有常常咱进前咱陈伟英有无？无拍国家队就开始去用网络顶去用糟蹋，讲啊，你这无爱国啊，拢美国的趁大钱安尼。其实我感觉无意思啦吼，咱希望讲，我头讲，这个奥运就是一个上大的舞台，互咱的选手会当提出上好的表现。啊，咱做观众，咱就好好做咱的观众就好啊啦。唔通吼，啊，即吼讲东讲西吼，人表现无好就要啊，伫个唔管是酸民就出来，酸民还是讲伫个你网络顶咧留言吼，伫密伫个键盘后壁吼，做讲一寡糟蹋人的，我感觉这个无意思啦。是，哎，是。我认为运动是社会的啦，吼，运动毋是国家的。啊，其实奥林匹克宪章讲吼，讲奥运是要互每一个个人。伫这个舞台做表现，唔是国家甲国家的竞争哦。伊特别安尼写哦，奥运唔是国家甲国家的竞争。当然，咱即摆讲国族主义、民族主义，其实拢变形啊啦吼。但是我认为，愈运动产业愈成熟的国家，伊的文化愈深的国家，就像谈到法国讲的，吼，伊愈袂在意个输赢啦。无需要啦。无需要。咱为着奥运要用黄金计划吼，我定讲吼。黄金计划的准确度，甲一个猴子射飞镖同款准啊！你要他预测啦，柔道日本有够强啊吧？伊嘛有可能第一名的第一轮就输伊啊，这是无法度预测。到迄个舞台要输赢，要安怎预测的介困难啊！中国的体操尾啊，上尾啊2次落地输伊，这那有可能？你安怎算嘛算袂到对不？所以我认为，与其要求吊牌吼。还不如讲，咱家己开始参与运动。徐老师，你安尼讲吼，我煞歹势问讲，咱即摆会当得几块金牌？但是我想要问讲吼，咱台湾要安怎来照顾，或者是来铺排这选举？因为选手哦，其实20通岁啊，迄运动生命就结束安尼。我认为吼，要回答这个问题，上唯一的答案是安尼吼，咱甲运动产业做好，运动产业做好。你想吼，你袂烦恼伫半导体产业工程师袂太袂钱嘛？你袂烦恼嘛？你无需要太烦恼，因为这个产业处成熟啊嘛。咱搞运动产业做好，伫这个产业的每一份子，拢会得到安全的承载。咱若今嘛，你伫奥运必输啊，但你倒来到台湾，你靠你的这个运动的专长，会当做一个好的教练，做一个运动指导员，先伫美国。运动会当做 coaching 呢，会当去企业教人所谓忍受力啊、受挫力加的精神。心理素质。对啊，所以你伫美国、伫欧洲、伫日本，会运动的人去企业人拢爱嘛，因为迄精神足好，团队精神足好，所以咱把这产业做好，这个问题自然解决。我上讨厌人讲吼，安那保护运动员，咱爱替运动员找出路。你敢有听过讲你替工程师找出路？你敢有讲要替银行员找出路？无需要嘛，因为这产业是成熟的嘛。我认为应该从根本做起，不是去替特别做什么出路，这应该唔对啦。或者有影呢吼，你若会晓运动的人，这心理素质免啊自我训练吼，是不是安尼？像你像日本吼，伊若拍过迄个科学院的球员吼，伊去公司内底吼要找头路。总经理讲哦，这个赞优先录取。你打完3年高中棒球都没有死，这个一定毅力很坚强。对啊，因就是安尼嘛。哦，这有影呢吼。好，感谢，谢谢。